来，这个月有台湾的旅行团到中国游览，讲其中有一个团员被带走，调查几啊天才被放回来。陆委会讲，最近因为阿强的国安法甲反间谍法的关系，所以台湾民众被侦查的状况确实是有增加。阿讲，咱的陆委会今仔日就会宣布提悬到中国游览的警示，而且会连跳3级，直接来贴柑仔式的警示，都是避免掉无必要的旅行。外交部长林佳龙嘛证实这个消息。欣赏中国美丽风景，或者是见证寺庙经文，也毋过即摆所传出，陆委会上紧今仔日将会提悬到中国地区旅游的警示，甚至连续升3级，直接跳到柑仔式警示，建议台湾人避免非必要的旅行。人来告知这个危险性，可是我到目前为止，外交部好像还没有做这些动作，对不对？政府就有发布橙色警戒嘛，对于这个旅游，那同样有一些国家有一中原则，又加上这个司法互助，特别要注意的。按那顶摆，台湾对中国发布柑仔式的警示，已经是2020年疫情的期间。是因为它战乱、疫情还是怎么样升高，必须要有一个，而不是说片面的说美国提升了对中国的旅游警戒。那我台湾也跟着提供旅游警戒。陆委会特别透露，最近因为中共的国安法和反间谍法，台湾民众入境中国防侦查状况确实有增加。这个月嘛有台湾的旅行团到中国福建佚佗，有人和中国官方闹了个调查，一直到其他人等来台湾几天了后，伊才放放回来。有听人咧讲，迄个旅客过去的职业真特殊，可能因为安尼才互中国关心。目前大陆跟台湾基本上还想要继续交流，要相向而行。我觉得这个时机点事实上是可以给出一点善意啦。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反制的话，会去大陆的人他还是会去的。陆委会表示讲，目前仍要佮你调查，也毋过旅游的业者难免的烦恼会影响到台湾人去中国旅游意愿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